来看今年巴黎奥运是引起真侪讨论，阁有一寡人主张讲，奥运应该要互全民免费来收看。有媒体调查就显示讲，有超过57%的民众是支持讲奥运转播会当收费。有学者嘛认为讲，若免费来转播奥运，会当来提升咱国民运动的意愿，这是会当来考虑的。巴黎奥运都结束，巴黎帕运会也要第二白起鼓。2024巴黎奥运掀起台湾看运动赛事的风气，也引起民众看奥运转播敢爱付费的讨论。有媒体发起调查，发现有57.1%的民众支持付费看奥运，42.9%反对。那比较特别的呢，是在这个支持要付费看奥运比赛的人里面呢，事实上有真的去付钱看奥运的人是21.1%。那赞成要付费，可是实际上没有去付费的人呢是36.1%。虽然支持拿钱看奥运的民众较多，不过这摆巴黎奥运有付钱看转播的人算是少数。有学者认为，若要让民众免费看奥运，除了政府补助，也通透过广告等商业管道得到财源。电子商务还有多元授权，包含授权给网络平台、电影院还有地方频道来摊平成本。国家出钱只是一种模式。那国家部分补助也是有模式。奥运要不要转播？如何转播？重点是普及。那为什么要普及呢？因为这个牵涉到整个台湾的运动风气能不能向上提升。学者罗尚伟认为，那未来通透过民调也是研究证明奥运转播普及化，嘛会当提升国民运动意愿，提升全民运动风气，让国人更加健康。那安尼时，政府就应该推动这个政策。未来体育部成立，就应该积极推动免费普及化转播奥运。记者林玉凯台北报道。